建设若无解决，宜兰县咱要拼经济，拼观光，那这个我们就是要很认真努力来推动。我去交通部，去交通部，去中央，即摆中央已经知影讲宜兰县，真有影，第4批出就塞车真严重，所以有一天呢，交通部在中央的官员有来，然后呢，我带去宜兰的孝社路，拄10分钟过5班的火车，迄个闸门拢没有上来，拢一直10分钟，所以我就甲迄个交通部人家长官讲，你看宜兰县你看这样铁路的高架，如果不赶快高架，你看剥夺了咱的心脏有问题的黄金时间，迄拢2、3分、3、4分，一个10分钟，安尼剥夺我们的健康。我希望呢，中央会当知影讲宜兰人他车真严重，所以呢，铁路高架那行政院长苏贞昌来的时阵，甲咱核定，咱的铁路的高架台铁的同意人已经同意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给我们核定可行性评估，已经给咱核定了。那核定以后，现在呢就送交那我们交通部就送交了这个行政院来综合规划，来中央来综合规划。所以呢，这个铁路的高架已经有希望既然就是3面环山，1面海。所以，宜兰人上适合做着咱的妈祖文化节，因为呢，咱的渔民出去掠鱼拢是拜妈祖。比如讲，咱的南门屋南天宫，这咱讲金妈祖、玉妈祖，还有咱的晋南宫，旋龙妈祖，拢是咱的宜兰县，咱真出名的所以我就想讲，下港大甲妈，白沙屯。他们都办得非常的好，我认为宜兰人呢，宜兰县上较适合的办妈祖节，我们也希望妈祖来给咱保庇大家对妈祖的尊敬，会当讲一个地方的进步，爱看伊文化进步到什么程度，那地方就进步到什么程度，这个根要根深蒂固。咱的妈祖大家知影讲，这个咱宜兰县的疫情这么稳定，咱嘛感觉讲。是妈祖给咱保庇，因为我有甲妈祖讲，宜兰县疫情若是稳定我爱食3天的菜，爱行3天的路，我都把它做到了所以咱对着咱的妈祖文化节，我感受着宜兰人对妈祖这种信用，对妈祖的这种相信，大家拢讲着妈祖拢很自动的，每一个人来都是志工，所以呢，像讲咱。去年办的，就是咱的海上的大绕境，咱伫南门屋去甲咱的乌石港，南门屋88台渔船乌石港88台渔船来接港，嘛感觉陆海空全部动起来海上的咱的路上的拢感觉讲这感觉宜兰人感觉非常的公平咧。人下港伫办，咱嘛有这个机会来办着妈祖文化节，所以人潮非常的多愈去年拄着北台湾妈祖文化节，轮着咱宜兰县办，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结合起来以后，因12乡镇的乡镇市长拢出来传香然后伫南门屋过到头城，然后伫头城行路因路行到头城头城镇长出来接港。刚刚大溪乡镇出来接港，每一个乡镇的乡镇市长都出来接驾，这种真自然的然后沿路呢，这店家、商店家还有这大家这所有乡亲，拢来按倒出来就是拢沿路有人摕比如有人煮糜、煮饭，互咱食还佫有人呢就出来拜拜。有人感觉很传统的这个文化，就是妈祖的文化，感觉真自然。咱的理社民宿饭店，拢总客满，我感觉有带动了人潮，带动了商机，
带动了产业的发展，带动了观光。